亏，耶和华听叹困苦人的声，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伊要治我的是为爱赢，辛苦伊的人拢无欠亏。我要诗篇，哦罗耶和华，哦罗伊的话，常常流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挂靠，欠你人听起就要我欢喜。我要诗篇，哦罗耶和华。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耶利米哀歌第3讲的讲坛。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立主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大主，你是全地的主，万民的君王。你会听，互阮对黑暗中得到盼望，互阮伫忧愁的时，也要因为主对心内喜乐起来，互阮得到换新的主。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阮远远，互阮时时用主的话成做生活准则，互阮知主无去使听是阮的帮站，阮的倚靠。阮一心要开嘴来称颂你的名，你是永无改变的主，阮要跟对你，求你用真理的话，互阮得到起造，同心伫主面前祈祷，倚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耶利米书哀歌知影这本册是伫即个国家灭亡时阵，耶利米应该是耶利米所写的。伊看见耶路撒冷受毁坏情景，伊的目屎直直流。这当中5首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是讲主题是讲到灾祸，是用即个女性的第三人称的她，形容一个悲伤的寡妇为着即个圣城来哀哭。第2首哀歌是讲到为虾米拄着灾祸即个是用即个上帝的他来形容上帝，甲亲像在发生气的老爸，本来是真自然，总是伊看见即个百姓的罪来做审判，人也伫即个审判中间的行刑。今日要继续看的是第3首，是主题是医治。即个内底主词真侪是用着我单数个人，是讲着一个亲像受苦痛的一个浪主，伊在仰望即个上帝，也是老天父的信息。这首诗拢总有66节，咱有讲即个耶利米哀歌是一个离合诗就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22个子音，对第1节、第2节、第3节，安尼每一首拢是22节，第3首是3倍66节，所以伊的安排方式是这个 AAA， 然后 BBB、CCC， 总是咱用台语还是用中文无法度看出来，就爱用这个原文才能看出，伊有这个特别的安排啊。第3首的主题就是讲到上帝是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极宽极大，信实极广大，是伫这5首诗的中间的一个最高峰。所以咱能看到这个耶利米哀歌伊的安排次数，亲像在爬山，对这个上低，然后渐渐爬到上悬，到这个第3章的中，就是这个21节到26节这段，然后呢。搁较落山，搁落来，然后就开始搁进入这个痛苦，到第4章、第5章，所以有一个前后对照的一个格式，然后第3首的中间呢，咱看到这个主题讲到医治受苦的浪主，会当来安尼甲伊分段，就是头前一部分是咧讲到伊内心的痛，心内的这个痛苦拢是伫内面。然后呢，14节到20节，讲到这内面痛苦，佮外面的痛苦，就是内外皆苦。21节到39节，是
讲到伫即个苦难的中间，来肯定上帝伊的慈爱甲信息。40、19、60、60是讲伫苦难中间安怎样来倚靠上帝，然后伊伫遮来回想，然后将伊所经历的，用真心实意，用向上帝来祈祷。这是今日66章，真侪人真意外嘛是真水的一章哦。好，咱这个时阵就请立主长老传来读，大先请对第1节读到20节1到20节。我互上主受起怪刑罚，受尽苦痛。伊赶我入去黑暗，四面无光。伊一再下手拍我，规日无停。伊互我消散无目，伊压制我的骨头。伊用悲惨包围我，用苦楚攻击我。伊互我住伫黑暗中，亲像已经死真久的人。伊用枪围困我，互我袂当逃脱。伊用真重的重链甲我绑着。我哀求呼叫，伊毋听我的祈祷。伊用拍过大石挡我的路，互我的路坎坷弯曲。伊亲像埋伏的熊，嘛亲像迷离的狮，听候要攻击我。伊逼我离开大路，甲我拆喙放伫边仔。伊开弓，甲我当作红心蛇。伊用钱地内的钱射入我的心，我成做万民的笑柄。伊规暝规日做歌啼笑我。伊用苦菜强迫我食，用苦酒强迫我啉。伊用喙石仔磨断我的喙齿，用涂沙粉砍我。我的生活失去平安，我已经袂记得幸福是甚物。所以我讲，我的元气消失，毋敢阁期待上主解救我。回想我的痛苦甲流浪，亲像在食苦菜、啉苦酒，想起这个事，我的心沉重郁卒。好，多谢。伫圣经中间受苦的人，咱哪想到就是约伯。约伯的受苦是无缘无故，伊家己毋知影，因为伊是一个义人。总是咱读约伯记就知影，伊受苦是后壁是魔鬼在创治在使人。但是即个亚利米哀歌的中间，伊知影因的受苦，对第2章因知影是因犯罪，才有点名的就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是长老，是百姓，是官长，所以因拜偶像，因不公不义，因计无守约，等等，这拢是因受上帝刑罚的即个原因。所以到第3章继续续接，这首第3首的歌，就是一个个人的即个哀歌，伊为着伊所遭受的这个痛苦，所以咱拢看到我，每一集，拢有即个我，就是讲到伊个人，而且是用一个男性的查甫囝的即个角度来形容，所以伊拢看到即个老爸上帝安怎样来想起管教，到即个阻挡伊，甚至呢，互伊感觉惊吓，所以伊对外口，即个骨头到即个肉，对内底即个惊吓到外口的即个骨头，也是伊把即个重链，安尼哀求呼救伊心内真艰苦，甚至内外皆苦就是上帝并成做伊的救赎，嘛成做即个甲伊当做即个外人安尼甲伊对待14节讲伊诚做笑柄，互万民伫厝边的中间，规暝做歌啼笑所以伊伫外口身受真侪才会苦，甚至用苦菜用苦酒来强迫。互咱看到，就是即个浪子伫外口受苦，但是咱知影即个受苦毋是无缘无故，即个浪子受苦，伊才知影想要转到老爸的厝，所以伊真正受到即个苦的时阵，伊才会行动。约伯受苦的时阵，伊才会发现家己会无够野，才会发现讲，伊倒位需要找即个答案，就是伊到底是倒位做毋对，需要检讨。所以伫即个痛苦的中间，即个第3首的诗歌，伊在问这问题，第20节讲，想起这个事，我的心沉重郁卒所以伊在想为什么？这就是伊即马在敲找原因。煞遮呢，咱看到即个浪子呢，伊安怎样回头？安怎样找到5万的路所以咱请李主长老带咱继续读
对21节到39节。毋过，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阁有望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袂断绝。逐早起换心，你的信息讲台，我的心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必毋望听候伊，信靠伊，找求伊的人，上主施恩互因，人着吞忍听候上主的救恩，因为这是好。人应该伫少年的时陪伊的担，因为这是好。人着家己一个点点坐地，这是上主互伊的担。人应该面趴伫涂骹，安尼可能也有毋望，着顾在人把喙皮，忍受一切的凌辱。主袂永远弃杀人，伊虽然互人忧愁、忧怨，为叫伊丰盛的慈爱怜悯人。伊毋甘互人受苦，互人忧伤，所有受掠的，互人吞达压制，主一定关怀。至关者所属的人权受剥削，主一定关怀。人伫法庭受冤枉，主一定关怀。若毋是主的旨意，人减会当有甚物成就，灾祸也是祝福，减毋是拢出伫至关者的命令。人因为家己的罪受刑罚，有甚物通埋怨？好，多谢。伫遮咱看到即个龙主呢，吼，伊咧想着为虾米伊遭受遮个痛苦的时阵，吼，伊有一个答案。吼，伊讲毋过当我想起即件事，我就阁有愿望哦。吼，所以伊对即个痛苦的中间，吼，伊有一个回转，一个回心转意。伊伫即个绝望的中间，伊看到愿望，即个愿望是22节，吼，会当讲到26节，讲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袂断绝。所以这是伊对上帝的这个个性，知影讲，这老爸着检测安尼真生气，甲咱修理，甲咱管教，甲咱拔喙皮，但是呢，伊是。伊的慈爱袂因为安尼无去，伊的怜悯伊也伫地，逐早去换心，你的信息讲台啊，所以亲像365天共款，困一醒起来，安尼就是日头搁对东边出来，所以即个上帝受气检测是真大，但是呢，犹原伊即个受气会定，所以伫和合本每23节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所以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集来写，伫现代中译本是写像晨曦早晨的太阳那样清新，像太阳东升那样确实。什么呢？上主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啊！这是现代中译本的翻译。不过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真侪人真意爱啊！就是伊甲目睭，昨有讲着伊的目睭靠甲青面啊，但是即马咧，伊的目睭甲伫迄个青面中间，好像看到一丝曙光，一个愿望，就是即个日头黑暗的过去，日头要出来，所以伊就有安尼的决心，讲我的心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要愿望听候伊啊，所以。伊知影即个上帝一定毋是无缘无故，上帝已经甲伊修理啊，伊嘛知影家己的罪啊，所以伊即马上帝将我修理管教了后，伊爱我改变，我就会当搁重新转到上帝伊的怀抱中间，信靠伊，找求伊人上主施恩互伊，人着吞忍听候上主的救恩，因为这是好，所以对21节到26节。伊拢开始用正面的即个眼光来看，就是想到上帝慈爱、怜悯甲信息啊，这就是互伊上大的动力。所以伊最后伊一个结论就是，人应该伫少年的时背伊的担，因为这是好啊。这个恶呢，就是给牛的脖子上面，就是这个牛呢，伫细汉时阵安尼来甲伊牵架，安尼大汉起来，就足听话。但是这牛呢，细汉拢唔牵架，到大汉时阵呢，搁要甲伊，再要甲伊担这个担的时阵呢，伊就变做是斗牛啊，野牛啊，牵到北京嘛是牛啊，所以就是爱认为讲，就是爱早互上帝来教示，才会当听探上帝的话。28节，开始呢，伊就开始做遮的反省啊，讲即个担，
就是一个人点点坐咧，上主互伊的担，就是互伊毋当安尼安尼哭着啊，就是互伊当安静落来，应该面趴伫涂骹，安尼可能也有忙，所以应该爱安静，爱忍心，爱好好啊对心内底来想，就故在人把喙皮忍受一切忍辱，主袂永远弃杀人啊！主满有仁慈，不会长久拒绝我们。所以这是伊一个望，伫苦难的中间，伊咧听上帝，安尼受气过去，上帝就会当搁一摆用主的怜悯信息，来对待伊啊，所以伊虽然互人要求。犹原为叫上帝丰盛的主的怜悯人，上帝唔甘互人受苦，互人忧伤就是上帝不是存心挑故意，这是现在这位朋友翻出的意思，他不是存心要我们受苦，或是我们愁烦所以伊不是只是为了受苦而已，一定是背后有他的目的，受受了互人。吞达压制，主一定关怀所以伊是真相信上帝是为那个弱者、为孤儿、为寡妇为遮受压制的人伸冤伊所认为上帝是安尼，所以继续就是就讲伊到底是不是受了过多的苦上帝的管教是安尼无毋对，但是是不是要其他的遮的无应该发生伫伊身上的伊求上帝怜悯赦免求上帝帮助所以才有讲到人权这是伫这个旧约圣经的中间就有强调讲至权的所属的人权受剥削，主一定关怀所以这个35节就是人的公正在至高者面前扭曲人的公正，这都是主看不中的所以这个人呢，不是只有人的外表是人上帝给人每一个上帝的囝儿所以直接讲主一定关怀，主一定关怀，主一定关怀连续的3节34、35、36这是这个现代中文、现代台语才有这样的翻译在和合本当中呢伊无安尼的翻译没有这样的翻译无把这个意思翻出来所以上帝所关心的就是这个受困苦、受软弱的人，所以伊明白一个代志，若不是主的旨意，人讲话有当有啥物成就，灾祸还是祝福，敢不是拢出伫至权的面临吗？至权者的面临，人因家己的罪受刑罚，有啥物通埋怨所以伊知影讲，到底伊即摆要做代志，就是上帝遮尔公义家己人是遮尔罪恶败坏所以应该受的是应该但是呢，煞接后壁这段呢就是伊被教导讲要安怎来分得出上帝哪些是上帝的管教，哪一些是魔鬼的攻击所以后壁这段40节到66节搁请李组长传来读咱着反省检讨家己的行为，活动归向上主。咱着天顶的上帝，诚心举手祈祷，阮犯罪悖逆，你无赦免阮，你发大受气罪孽阮，你下手招白阮，拢无留情，你必伫目魂内底，阮的祈祷袂当透到你遐。你互阮成做11本数，伫万民中受气杀，阮所有的对敌拢大声攻击阮。阮拄着惊吓甲限制，经历死亡甲毁灭，为着同胞受毁灭，我的目屎亲像江河直直流，我的目屎直直流，流袂停，直到上主看顾，对天怜悯，看见城内妇女的遭遇，我的心非常痛苦。敌人无缘无故对着我，亲像在掠七鸟仔，伊要互我死，我血落真坑，搁用石头踢落坑口，水淹过我的头壳，我想我无命啦！上主啊，我对青天底求叫你的名，你捌听我的祈求，求你毋通
较捌耳孔，听我喝球的声。我呼球的时，你有我近我，甲我讲毋免惊。主啊，你捌替我伸冤，赎回我的性命。上主啊，你有看见我受委屈，求你宣判我正直无罪。你知对敌安怎怨恨我，都无要害我。上主啊，你有听见因蕊骂我，知影因害我的计谋。你听见我的对敌规日攻击我的话，甲因要陷害我的阴谋。你看，对早起到暗暝，因不时唱歌逼伤我。上主啊，求你照因的行为报应因，求你互因生硬，甲因咒诅，求你发大受气，随着因，甲因对上主你的地消灭。好，多谢。好，咱看到后壁这段真特别的，就是伊呢，好在敲吹，好到底是不是什么是伊应该受的刑罚？但是有一寡毋是伊应该受的刑罚，好，伊直接来分清楚。好，所以这我感觉这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嘛是共款。好真侪时咱受苦，好是因为家己好受犯罪，好这是应当的。但是有真侪时咱受苦，好亲像约伯共款，好毋是家己犯罪，好是对魔鬼撒旦所来的这罪恶，好加伫咱的身上。咱就应该安怎起来拒绝，毋是安尼白白受苦，还是戆戆啊受苦。好，所以咱就爱会晓去分别。所以这个39节以后呢，伊讲40节，咱就反省检讨家己的行为，活转归向上主啊。虽然要分别会清，到底到底是魔鬼来的这个攻击，但先就是爱先反悔，爱审查，爱检讨，就爱归向上主，照上帝意思，明白上主，伊的主的灵敏甲信息，然后照上帝意思来行，所以就天顶的上帝深深举手祈祷，心灵愿犯罪背逆。然后求主赦免，上帝虽猛发大生气，对着我、遭灭我，拢无留情。上帝亲像伫目云内底，阮的祈祷袂当到上帝遐，互阮真做坐带粪扫，伫万民中受气杀。这是应该受的，家己的罪。总是呢，嘛爱分清。当咱看到家己的罪，但是有一寡所有的对敌，大声攻击阮哦。所以伊直接看起讲，这魔鬼，这对敌，这仇仇呢，伊是伫阮伫互上帝管教的中间，颠倒着举起来，颠倒就是安尼趁虚而入，亲像咱咧读耶利米书，对46章，开始到50章，才有讲到9个国家民族，特别是摩押。以东、阿门，就是伫耶路撒冷的边啊，这国家呢，趁见死不救，应该是算是亲情，然后还趁虚而入，趁火打劫，所以因的这个心呢，是出伫这个歹，是出伫这个魔鬼啊，所以讲就是伊伫这艰苦中间，目屎直直流，亲像江河流袂停，直到上主看顾，对天怜悯啊。所以伊看到城内的遭遇，心真艰苦，敌人无缘无故追入我，亲像在猎七鸟啊。所以伊才看出讲无缘无故，就是伊呢，应该受的，上帝已经拢做啊。但是无应该受的呢，伊即马呢，爱甲伊分出来，因为这个人呢，就是要互我死，活活翕着青天，用石头来踢目。踢条，这个坑口，水淹过我的头壳，想讲我无命，所以伊伫这个代志要安怎呢？就是后壁对55节，一直到66节，咱看到这段就是不断祈祷。第一章，咱看到这个寡妇伊拢毋敢祈祷。伫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2节，才讲祈祷，求上帝嘛安尼款待伊。第二章呢，就是伫中间嘛是要后壁20节所在，才甲上帝讲祈祷。但第三章呢，对嘛是到伫后壁55节这个所在，一直到伫最后，拢是求，所以咱看到呼求，祈求，求等等。所以伊伫安尼向亚罗底中间，只有用祈祷。
你捌听我的祈祷，求你毋通塌目耳孔，毋通毋听我喊救的声。我呼救的时，你有我近我，甲我讲毋免惊。所以这是一个过去式，就是伊知影，只有祈祷，会当来互伊对这个属灵的征战、魔鬼的手头来得到救啊！所以这个祈祷呢，就是伊会当脱离这个魔鬼攻击，唯一的办法。主啊，你捌替我伸冤赎回我的性命，这嘛是伊所认捌主爱怜悯信实的上帝。你有看见我受委屈，求你宣判我正直无罪啊！头前才咧讲，伊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应该受刑罚的，但是伊即马哪会当讲伊是无罪？所以这嘛，互咱来思考，就是讲，咱若真正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的确要赦免咱一切的罪，甲赦免咱一切的辜负啊！所以这个诗人呢，亚利米呢，伊知影，这个罪其实会当对上帝面前来插销，这个插销的方法，也是诗篇51篇、32篇代笔所写这个诗篇中间。要安怎互咱比用上帝用牛切草，虽然咱就比蛇较白啊，就是安怎甲咱医治，这个牛膝草就是用来医治哦。所以因知影用通过这认罪悔改，其实伊家己所应该发的，上帝原来会消灭，但是呢，无应该发的，伊就当伫主的面前大声勇敢，故在伊来祈祷，甚至讲宣判我是正直无罪，知影对敌伫倒位安怎怨恨我，都无要害我。上主，你有听见因擂骂我，知影因害我的计谋。因的这个计谋呢，就是对立攻击我的话，要陷害我的阴谋。看对早起到暗暝，不时唱歌屁想我，就是取笑我，嘲笑我。总是上主求你照因的行为报应因啊！所以伫亚利米哀歌的这个编排内底，因是先认罪，然后进入伫这个属灵的征战，伫这个征战的中间，伊知影安怎样来穿这全副的军装，头戴救恩的头盔，就是上帝是信实主爱怜悯，信实公义公益的护心镜，就是这个爱将这个对甲唔对，应该甲无应该，爱分出来，然后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就是用上帝的话，来互家己有气力，重新振作起来，才会当穿这个平安的福音的话，用信心的宝剑，就是上主的话，来消灭，才会敌人对伊的攻击。敌人对的攻击，这写到真多真清楚，陷害对早时到暗时，一直就是用歹听的话，也是用唱歌，用安尼取笑的方式，总是伊无惊吓，伊只有倚靠上帝。我想咱来读这个亚利米哀歌第3章的时阵，检测咱嘛会对伫苦难中的人，会很有感，甚至为着上帝来做工，为义受逼迫的人，更较有感觉，因为上帝伊确实是审判的上帝。今日的这个经句啊，咱会当对21节到24节过来读一摆啊。毋久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阁有仰望。上主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怜悯永袂断绝。逐早起换心，你的信是讲台，我的心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要仰望听候伊啊！愿咱真正认捌上帝，知影上帝伊的慈爱、怜悯甲信息，每一天的早起，不管咱昨过了安怎，昨发生啥物代志，只要咱想着上帝，就是每一天都会当诚做新的仰望的，因为知影上帝要甲咱同在。不管咱拄着偌大的艰苦，咱有上帝当倚靠，会当向伊来祈求。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嘛多谢立主长老，请咱做伙来祈祷。听我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困苦忧伤的中间，会当好好安静落来，互阮的心会当平静，互阮无陷落伫即个魔鬼的陷阱的中间，互阮来离开上帝。等到阮的国较
来钦调上帝，互阮伫主的面前好好来思想，伫主的面前好好来祈祷，互阮知影上帝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宰，互阮无惊吓，互阮无失志。不管阮的昨过去昨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遭遇，总是每一早起拢是新的，每一早起，阮都会当对上帝伊来领受新的快乐，帮掌管，互我会晓有智慧分别，什么是阮应该认的罪，应该就要早早来悔改，来排即个担，来互阮有智慧通来分别，什么是出伫魔鬼撒旦，是出伫对敌求仇，阮就爱来求上帝，呼求上帝，祈祷上帝，互阮早一日会当对遮个困局的中间来得到拯救，得到帮助。愿主你的话，甲你的听谈，甲你的信息，甲你的拯救，成就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成就的身上，也互阮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信息，甲你的慈爱。阮的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陈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大家，平安。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耶和华垂听困苦人呼救，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必在四围安宁地救我，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耀，谦卑